师傅，师姐又给我们寄新家具了。怎么又是翡翠了？师傅，翡翠是什么呀？就是一种石头。哎呀！啊，师傅，我们也太穷了吧？怎么连石头都需要师姐给我们送啊？哎呦！哎呀，怪不得不让我吃鸡腿呢。所以嘛，你要好好挣钱，以后可以为师傅养老啊。赚钱？师傅，我们怎么赚钱啊？你现在的医术早已超过师法，不如下山就事行医。正好啊，你们家里四处在找你呢，不如下山去看看。师傅，我保证以后努力挣钱，赚钱养你啊！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啊！乖徒儿，下山去吧。小白，走啦，下山去了。这小魔王终于要走了，再让他待下去，我可就活不长了。总裁，爆了，爆了！什么爆了？是你奶奶爆了，她上新闻了。上新闻？最近一位网红老太太备受关注。70岁老太太发抖音给双腿瘫痪的孙子找媳妇，竟成大网红，粉丝过1000万。瘫痪孙子，奶奶给我征婚。孙文，奶奶发这个发多久？少爷，您还是自己看吧。我孙子187，相貌英俊有能力，只可惜双腿残疾坐轮椅，身价万亿没有妻。我决定从今天起，每天视频来1期，为孙征婚觅孙吉。奶奶也是不容易，自从我车祸出事，奶奶一边要给我找无忌神医治腿，一边还要操心我的婚事。都怪那个穆家，收了我们陆家的100亿聘礼，却迟迟不肯把穆家千金送来完婚。毕竟我时日无多，奶奶着急给我留后。其实我也不在乎娶谁，但穆家这样做实在是让奶奶寒心。既然如此，那就让穆家把聘礼给我吐出来。走吧，孙文。去哪儿？穆家退婚。喂？什么？你说什么？穆家千金回来了？孙文。哦，少爷。孙文。少爷！如果爱曾存些温度，这时候会自动退出。你没事吧？啊！少爷，我们去医院，快！不用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去不去医院都无所谓。不会的，少爷，老夫人给您求的秘药不是很有作用吗？勉强得出性命罢了。用完这最后一个，我活不过明年。刚才那个人呢？所以你们让我从山上下来，是为了让我替穆柔柔嫁到陆家？不去。陆家可是金海首富，虽然陆少的身子骨弱了些，但是能嫁过去，已经是你顶了天的福气了。福气？那他怎么不去啊？他可不行。那既然他不要这个福气，那就让给你了。别，既然那个小妞不愿意，那我们就退婚吧。你疯了！
我陆家给了聘礼100亿。顾小宁，长幼有序，你是姐姐就应该由你嫁。啊，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顾小宁，你是姐姐，理应让着妹妹，把首付陆家的婚约让给你妹妹。我不让，陆家婚约是陆家奶奶和我妈妈给我定的，不是给慕容容定的。你亲妈都被你克死了，我现在是你妈，你要听我的。他们说你不是我妈，你是小三。来人！这个死丫头给我送到乡下去！我现在看见她。穆小宁，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配陆家那个病秧子，我看你们俩呀，绝配。哟，可笑！区区一个穆家，是怎么敢嫌弃我们陆家？区区一个穆家，是怎么敢嫌弃我们陆家？好帅啊，可惜是个残废。陆少，家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是他。少明知故问，我们少爷今天就是来退婚的。离大喜之日只剩下3天，你们穆家收了我们陆家的彩礼，现在却连新娘都见不到。既然如此，解除婚约吧。这个是解除婚约的协议书，现在签了，聘礼退回。陆少，我们可以解释的，我们可以解释的。对，我可以解释的。干啥？陆少，这个穆小宁也是我们穆家的女儿。所以呢？陆少，你看，咱们两家的婚约就让小宁带进柔柔嫁过去。奶奶催婚催得这么紧，如果是这个女人，也不是不可以。你就是陆胜元跟我有婚约的那个？是。我们不合适，退婚吧。穆小宁，你在胡说什么？你要是不嫁到陆家，陆家让我归还聘礼怎么办？你就还给人家吧聘礼。啊，你别误会啊，我跟你退婚不是因为你腿有残疾，是因为你太丑。你太丑了。你说什么？你丑啊！他说我丑。不丑啊，你跟李博言一样帅。我丑？对啊，我师姐说了，饺子要吃烫烫的，男人要睡胀胀的。你太瘦。那我走。门在那边。行，既然如此，那就退婚。请穆家立刻归还我们陆家给的100亿聘礼。多少？100亿。相公。那个穆小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叫相公了，叫老公。老公。不好意思，刚刚说话声音有点大，你不要介意啊。你不嫌我丑了？啊？谁嫌你丑了？小白。我就喜欢你这样，看腿又走不了路，顾家。就算长得再帅再有钱，也只不过是一个残废而已。穆小宁真是穷疯了。行，明天下午2点，民政局见。好的，老公。你收拾收拾，明天我会派人过来接你。好的，老公。这个是我们少爷电话，随时联系。好的，老公。姑姑。明天过来的时候，把聘礼一起带上。陆少，您这什么意思啊？聘礼是给新娘子的，新娘子在哪，聘礼就在哪。思文，走。陆少，咱们还是商量一下。陆少，我的100亿搁这儿呢。别说话。少爷，不是要退婚吗？怎么又变成明天中午结婚了？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而已，娶谁不是娶？可是刚才少奶奶夸您的时候，您嘴角都快翘上天了。哪里夸我了？一个审美有问题的拜金女而已。上一秒嫌我丑，下一秒就为了100亿聘礼喊我老公。
少爷，我叫韩教授他们过来。不用，他们都来多少次了？只可惜无极神医居无定所。3个月前老夫人求药回来之后，他就再无音讯。无极神医性格古怪，多少人求药都无功而返。这么多年下来，甚至有了活人不医的称号。哎，听说无极神医有个小徒弟，6岁学医，9岁出师，13岁时已经救人无数，有小医仙的称号。少爷，如果能联系到他，您的病一定能治好的。算了，什么小医仙，我们都见不到，还是尽人事，听天命吧。走。啊，那个我一会儿想去买个新手机，把你们的驴车借我用一下呗。什么驴车？乱七八糟。王妈，把你买特用的保姆车给他开。是，夫人。这破玩意儿咋开的呀？没有车，没有驴，还不会动。这啥玩意儿？只会叫不会动的。妈妈，你快看，我会开车啦！宝贝真聪明，这么小就学会开车了，真棒！哇，晓得了。原来城里的手机是这种又大又薄的呀！乖徒啊，你下山以后要尽快的适应现在的社会啊！有时间呢，多刷刷那个抖音啊、小红书啊，还有视频短剧啊！哎，去吧去吧。抖音。Hello， 大家好，陆奶奶呀，今天又来抖音给我孙子找对象了。他呀，今年28岁，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怎么样？长得很帅吧？这不是我老公吗？他怎么还在找对象？你们看，这就是我家的别墅。像这样的别墅，我们家还有好几百套。如果你嫁给我孙子，房产证上都写你名字，而且每天给你100万块的零花钱。100万！老公，我今天的100万在哪里？哇，小白真的有100万！哈哈。明天领证拍照，你提前准备一下。拍照？准备什么？懂了，关灯睡觉喽。都7点了，思文，催催他。老公，走吧，我们去领证。你这什么打扮？你不是说让我提前准备一下吗？我什么时候？我师傅每次带小白下山去拍照都是这样打扮的。思文，纸巾，给我干什么？给他擦。
少爷，狗擦不擦呀？哎，你这拍不了啊！怎么了？这结婚照都是半身的。你这样吧，新郎，你先站一下好吧？咱拍完再做，很快的啊。不能拍，我就不结了。能拍。这样可以吗？行。准备啊，准备来。好险！我的财神爷差一点就飞走了。你刚才怎么了，我的财神爷？这女人天生神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难不成是她口中那个师傅教的？请问，你师傅？哦，对，我师傅。正好我们结婚证现在也领了，也该带你去见见我师傅了。请问，你师傅是谁？我师傅啊，我师傅叫许如归。许如归？你听过吗？没有。我师傅他……贵徒啊，去外边把那只大鸡抓回来，师傅给你烤香喷喷的大鸡腿吃。好的，师傅。小孩，吃了你，本子的功力还能再提升一个层次。你过来！哈哈哈，送上门的福佑。师傅，我要吃大鸡腿。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一天天的吃了我多少凤凰啊！不行，得找个借口把他录下身。我师傅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头，穷到连一张床都需要师姐去借，但是他每天都会给我吃烤鸡腿。哎，对了，你为什么一直坐在这儿让别人推你呢？你怎么那么懒，就不能站起来走两步吗？非得让别人推？我家少爷从出生就难产，夫人早早就去世了。他从小也是3灾5病的，后来又出了车祸，双腿瘫痪，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下都是少爷的烦心事，以后可千万不要再提了。站不起来了啊？怎么可能？怎么，你又要嫌弃我吗？啊，那倒不是，我只是想说你这个腿吧，其实挺好治的。你这个腿吧，其实挺好治的。你说很好治？对啊，也就那么一点点的难度吧。哎呀，少夫人，您就别打趣我家少爷了。就连大名鼎鼎的无极神医出手，也只不过是拿秘药吊住性命而已。听说只有无极神医的弟子小医仙出手，才有治愈的希望。难道您认识？什么一仙羽仙蝶仙的，不认识。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喽啰而已。不过他这个病确实好治。孙文，先回家吧。明天有场拍卖会，听说无极神医的弟子会到场，到时候你去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是。啊，不信我？切！哇！玻璃少奶奶，这里好大啊，比我那茅草屋大多了，小白。哇，这是什么？这是茶室。哇，这是哪里啊？这是餐厅。你们这楼梯在哪儿？我们平时坐的都是电梯。看够了吗？孙文，带他去房间。是。啊，你不跟我一起住吗？暂时不需要。不，你需要，你必须跟我一起住。走。不是你。穆小宁，你想干什么？把裤子脱了。脱裤子？
脱裤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哎呀，你快点儿！你不说今晚上还有事儿，赶紧脱了！快点脱掉！你够了！有感觉了吗？现在呢？有感觉吗？没有。那我换个姿势。臭小子，终于开窍了！嘿嘿嘿，大白天就这么激烈。怎么样？有感觉吗？没有。现在呢？没有。那看来得换种方式了。哎，够了够了，你再怎么做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的腿早就没有任何知觉。不试试怎么知道？还是没有感觉吗？没有，但我推测它应该是断了。懂了，能治。好了，这就好了。干什么都给我弄湿了！哎呦，这些年轻人真是的。恢复了，恢复了。哎，你小心点儿！别碰我！滚开！这群骗子！我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现在只是刚恢复知觉，又没有完全好。你要想恢复如常，至少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呢。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腿还有治好的可能？对啊，你的腿本来就很好治啊，只不过你先天不足，后面又变那么重，如果没有天才地宝的进补的话，你应该还是活不过1年。果然，还是要找到无极神医。唉，下山匆忙，没带什么药材，不行。我得找机会传讯给师傅，让他把我的百宝箱拿过来，不能让我的财神爷老公就这么挂掉。没事，我还是谢谢你。客气。哎，对对，这个喜字再往上点，把喜字摆上去，粘上去，这边粘上去。哎呀，你们怎么这么笨呢？把气球贴上。爸，你们这是在干嘛？哎，你这么快就完事了？什么完事了？小宁刚给我扎针治腿呢，你想哪去了？那我可不管啊！我这新房都给你布置好了，今晚你俩必须给我洞房。孙文，哎，赶紧的，把这别墅好好给我布置一下。好嘞，好嘞，好，快，加快速！好嘞。老公，给你看个东西。什么？规矩立得好，老公跑不了。如果结婚以后你不知道怎么给老公正确的立规矩，那这条视频啊，建议你保存起来，发给你家的那位看一看。第1条，结婚。啊，
第一条，男人婚后工资卡必须要上交。第二条，结婚之后不许每天这样子摆脸色。第三条，男人每天都要给老婆100万的零花钱。第四条，每天都要给老婆吃肉，我要吃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从第3条开始，就是你自己编的吧？被发现了。这女人贪财的很，可似乎心眼不坏。算了，我也有我的规矩。老夫人，你不是昨天还在外省吗？乖孙的新婚宴，我可不能错过。好粗啊！你摸摸它。不烫。你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第一次见。感觉怎么样？看起来很好用哎。不过你们城里这玩意儿挺高级的嘛，还能加热银针。严谨点说，这个叫质量很差的保温。都能加热银针了，不应该质量很好吗？我是说，它作为保温杯质量不好，而且我们山下的世界看病是不需要银针的。你现在不就是需要银针吗？你很痛吗？你说呢？你干什么？你刚刚就是为了拿这个？不然呢？忍着点儿，一会儿肯定会很痛，不要叫出声音。难不成是刚才我说的规矩惹他生气了？我也有我的规矩。什么规矩啊？第一，婚后我们不能同房。你不行。第一，婚后我们不能同房。你不行，还是你没有啊？是我不能。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能不能活到明年的今天都是个问题。我奶奶之所以让我着急结婚，就是想给陆家留个后代，但这样做对你不公平。所以，哦，还有吗？还有，他以后不能上床。他说他不同意。第三，我的钱你可以花，但是花之前必须征求我的同意。什么？好了，我建议你以后背根拐杖吧，说不定用得着。你的意思是，我不需要坐轮椅了？准确的来说，短时间可以，但长时间还不行。那我现在……哦，对了，今天扎2次，之后每天扎1次就好了。你一般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公司。我是说，那我……好了，那我的腿现在可以走路了吗？你猜啊？哇，这也太美了吧！等一下我会带你出席厉家的拍卖会。既然你是我陆慎元的妻子，那代表的就是我陆家的脸面。阿云，带少夫人好好打扮一下。是，少爷。 비 오는 날은 왠지 우울해져 이 노래를 듣고 있으면 무심코 너에게 또 전화를 해 받지 않을 너란 걸 잘 알고 있지만肉肉啊，今天厉家的拍卖会，你可要多认识点有钱人，这是个好机会啊！妈，听说今天无极神医的弟子会来，
如果我们能见到无极神医的话，那陆少的病是不是？哎呀，不就好了呀？陆家贵为金安首富，若是他的病能治好，恐怕就看不上我们陆家。谁说的？陆小爷那个小野种，他都能嫁过去，我们家柔柔为什么不行？原来拍卖会，不知道袁氏怎么样呢？妈，我已经找人查清楚了，这次要来的是无极神医的弟子，叫白桃。白桃矿主掌握 A 国最大的翡翠矿，占市场70%的高定额珠宝服务。您见过他吗？唉，没有啊，就连无极神医，我也只是一面之缘，连话都没说上。不过我认识无极神医的狗。狗？对，一条大白狗。我上次去求药花了20亿，无极神医开了门，连一个字都没说，让那大白狗叼着银行卡就走了。我听家里佣人说，小宁是不是也带了一条大白狗啊？不会吧，小宁从小不是在乡下长大的吗？应该不会和无极神医有什么联系吧？无极神医的狗，陆少，他站起来了。妈，陆少他竟然站起来了。他旁边这个是陆小宁。陆小宁那个死丫头，嫁到陆家才不到2日就摇身一变。她就是小宁，可真是福星啊！她一嫁到我们家，沈源的病竟然有起色了。哎呦，你看她长得像个小仙女似的，配我们家沈源，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啊！哎呦，真可爱呀！妈，您不是不喜欢狗吗？你懂什么？这条狗跟无极神医养的狗简直是一模一样。哎呀，像这种狗啊，长相类似的多的是，会不会是巧合呀？不，说不定无极神医就在附近。楠楠，哎呀，乖孙媳，你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快坐。坐吧。刚见面，奶奶呢，这也没准备什么礼物，喜欢什么跟奶奶说。对，尽管说。啊，奶奶不用麻烦给我准备礼物，我就喜欢钱。哦，哎呀，喜欢钱那感情好，比买礼物省心多了。奶奶这就给你转。妈，你看那个穆小宁，第一次见面就让陆奶奶给他转钱，谁没想到陆上这个财富竟然能好转。哎妈，要是盛元的病真能治好的话，我就试试。陆氏那位要是没病，哪轮得到我们穆家呀？只要我出手，那还不是手到擒来？陆小宁那个土包子，他拿什么跟我比？各位来宾，欢迎你们参加今天的拍卖会。今天拍卖会上1半的收益将通过丽家慈善基金会捐给山区里的孩子们，捐的最多的人将有一次见到无极神医的机会。因为今天的拍卖会主题是主食，所以我们专门请来了国内最大的翡翠矿矿主，同时他也是无极神医的得意弟白桃女士。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白桃女士。师姐，这些就是原石。原石是干啥用的？这是土包子，什么也不懂。原石啊，就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矿石。这箱子里面的呢，全部都是翡翠原石。切开外面的石头外皮，
里面就是翡翠。哦，那我看这些石头里也不全都是翡翠啊。所以才叫赌石吗？不揭开它们的表层外皮，谁也不知道里头是翡翠还是石头。风化皮之下，是玉还是石，全看皮。是的，赌石如赌命，这一刀切下去，好的嘛，一夜暴富；这不好的嘛，倾家荡产。咱们今天拍卖会收益的一半，我将捐给山区的孩子们。捐的最多的人，我将修书一封给家师，让你有机会见到无极神医。所以就是说，能开出最多翡翠的人，才可以见到无极神医，是吗？你们城里翡翠很贵吗？当然贵了，孙媳妇儿。我这颗小小的翡翠，3000万哦！啊！拍卖会正式开始。3000万，那么小。啊！200块原石，无论大小，每块原石起拍价10万。现在开始拍卖，编号001。11万。好。穆小姐出价11万，还有比穆小姐出价更高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一块原石就是穆小姐所有。世源，只要能让你早点见到无极神医，我花多少钱都值得。孙文，11万很多吗？不多。11万还多少都值得。我陆神元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廉价。3、2，2个亿，2个亿。你在干什么？2个亿，那200块石头全要了。穆小宁，我不需要你用我的钱来讨好我。姐姐，你疯了吗？价值2000万的石头，你花2个亿买，你哪来的钱呢？我老公的。小师妹的老公。买了，全都要。恭喜陆先生，贺喜陆先生，2个亿买下这批原石。等一下，陆总，白桃矿主，我姐姐她刚从乡下回来，根本不懂我们上流社会赌石的规矩，张口就是2个亿，依我看，这数额也太大了点。今天就别让陆总破费了。越大，刚结婚就这么败家，简直就我们穆家的脸。我没有败家，那些石头我都看过，里面的翡翠至少能赚200亿以上。够了，姐姐，你别白日做梦了好吗？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已经整整浪费了陆家2个亿？你让别人怎么想我们穆家的女儿啊？这样吧，你现在去给主办方厉家好好的道个歉，或许呢，人家能看在我和爸爸的面子上，把这2个亿退给陆家。什么时候我们陆家花钱，需要一个外人指手画脚？这2个亿，2个亿而已，很多吗？我就是钱多，我老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和你有关系吗？和你有关系吗？这2个亿，穆小姐，我和你很熟吗？很熟吗？行了行了，赶紧的，我要开翡翠。陆小姐，要不我来替您开？哎，不用，我自己来。你不知道哪块石头里有翡翠？哼，搞得好像你知道哪块石头能出货一样。我看呢，不过就是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穆小娘，你闹够了，知道什么叫翡翠吗？你还在这大言不惭，说那块石头能开出翡翠。我穆家没有你这样败家的人。小宁，
这翡翠里面的学问啊，可多了。你从小在乡下，你不懂这些。陆家看在我穆家的面子上，那你花2个亿让你买石头，那你也不能在厉家的拍卖会上这样大放厥词、胡作非为啊。所以你们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想表达你们懂得很多，而我什么都不懂，让我下班来排队。这家人怎么这样？小年，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你这么较真干嘛？你根本就不懂翡翠，更不懂赌石。我们说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就是，小年，我们真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老是把别人想坏了。咱俩谁坏？你懂你来开呗。那你开翡翠吧，我看你能开出什么东西。好赖不知狼心狗肺的东西。请你注意你的言辞。这种话我不希望再听到第2次。盛元，我爸他也是为了姐姐好呀。姐姐，你既然这么想开翡翠，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万一一会儿什么也开不出来的话，你让盛元在大家面前丢了脸，你可得好好向盛元道个歉呢。用不着你操心，我能开出来。没事，2个亿而已，你玩的开心就好。我没玩，我是真想给咱家赚钱，我真能开出翡翠来。行，你开就是了。等结束后啊，让奶奶带你去陆氏旗下的珠宝店看一看真正的好翡翠。行。你是不是就不信我？咱俩打赌。你拿什么赌？我的身体。你这说什么虎狼之词？我很强壮的。如果我输了，我的身体由你处置；如果你输了，彭林，开吧。我可告诉你，我开的每一块石头里绝对都有翡翠。陆胜元，你输定了！你们2个有完没完啊？开心说话都半天了，还能不能开了？啊，快开吧，都半个小时了，别磨叽了，赶紧开翡翠吧。看你就是白日做梦。帝王令！我孙媳妇儿真厉害呀！还真的被他开出翡翠了。这块帝王绿，水头充足，颜色深邃，极品呢！确实不错，这块裸石就是不加雕刻，保守估价都得1000万往上。孙文，你把这块裸石收起来，做成手镯，送给老夫人和少奶奶。这怎么可能啊！运气好罢了，我就不信他还再出1块。玻璃种，真出了！玻璃种很值钱吗？值钱，当然值钱。您这块晶莹剔透到极致，颜色饱满鲜亮，乃是翡翠界当中品类最高的玻璃种啊！比刚刚那个帝王绿还要极品呢！确实是，这块裸石至少得5000万呢。你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这2块翡翠是很贵，不过连1个亿都不值，除非你再开出来几块极品。不过这根本就不可能，赌石嘛，10赌9输。哎，不是赌，是看，我能看得见。小师妹天赋太可怕了。主持人，麻烦你把剩下的石头一口气全开了。好，快来人，快来人！哎，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比较有手感。开石头！都是满月5块石头全都出货了！我太激动了，陆夫人，我也要来一场。别动！
怎么了？去。剩下这些石头里面没有翡翠。你确定？别忘了你刚刚跟我打的赌，输了你的身体归我了，不许反悔。天生神力，隔空相遇，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诸位，我老婆说她身体有点疲惫，需要暂时休息一下。那这剩下的石头，我买了。穆小姐要买，便宜，1个亿给你吧。哎呀，爸，这批原石肯定是白桃矿主留下来的极品货，肯定能出货的。你看穆小宁，开一个中一个。哎呀，别犹豫了，爸，快点买吧。可1个亿呀！哎呀，爸呀，老公，这1个亿随便开2块他就能回本，你还得有个什么劲啊？老公，好，这个陆总，剩下的石头1个亿，我穆家全收了，全收了。开始了，快！终于轮到我了。怎么可能呢？肯定在下一个，给我继续开。继续！石头1个都没有，1块都没有。爸，都是你，害得我亏了1个亿，我1个亿呢？你还有脸说？还有你，都是疯了，我也疯了。现在你们2人的挥霍。老公，进来看爸。老公，师姐，你怎么在这？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和陆氏集团陆胜元结婚了？你这下山2天就搞闪婚这一套啊！师姐，跟我撒娇可没用啊！那等我下次给你带2瓶香喷喷的好酒。还傻笑呢！我可跟师傅说了啊，结果师傅知道你结婚没通知他，气得不行，说要下山找你呢。啥？另外，师傅说了，你也到了收徒的年纪了，让我把桃李配给你。如果遇到好苗子，就把桃李配给他，知道了吗？保证我承认我。好，我走了。喂，什么？无极神医要收徒了？无极神医也要收徒？你说“也”是什么意思啊？没事。无极神医你们找到了吗？白桃矿主跟我说了，他已经跟他师傅讲了，不用我去找他，他会来找我的。这么好，上门服务啊！走吧，回家去。不要忘了我们的赌约哦。穆小宁，你给我等着！拿来吧你！小鲲鹏一条，给我的小徒弟婚宴上添到红烧玉。完成任务，找我宝贝徒弟去了。喂，师傅。我师傅说，我跟陆生源结婚了，他想来见见你们。真的？啊。可白桃矿主那边传来消息，说无极神医今天已经到达京海了。我看我们还是……你师傅明日来，方便吗？对，明天到时候啊，我们一定好好招待。你看这今天也没准备啊。
好吧，那我跟我师傅说一下。那我们现在就去见无极神医。好。少爷，无极神医那边你们先不用去了。白桃公主说，无极神医今天要去找他的徒弟来着。先坐吧。哎呀，你看这是啥事儿啊！真是。喂，师傅。乖徒儿，我现在就在门口。我师傅说他已经到了，就在门口呢。什么？啊？那我们一起去接他。不用，我自己去就好。乖徒儿，快开门啦！师傅你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到你啊？不能吧？要不你再找找呢？我可是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小翅鱼呢。我说师傅，你是不是又走错路了呀？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哎呀，又是你那个师姐没说清楚，此路非彼路。哈，乖徒儿，你等着我啊，我这就过来。哎，等会儿，别忘了我的鱼，师傅。申源，申源，怎么了？你是不是想你那个小新娘了？怎么可能？那能不能跟我讲一讲，这嫂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她……我就喜欢钱，视金钱如粪土。2个亿。她勤俭持家，她还……他说他不同意。善解狗意。啊？你这前面我还能理解啊，你这善解狗意是什么情况？字面意思。哦，我懂了，陆总啊，这个叫做狗素。狗素？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男人在恋爱时情到浓处，都会把自己当成狗的，什么小奶狗啊、小狼狗啊、小土狗啊、小野狗啊、小疯狗。出去。哼。哇，这也太丰盛了吧，奶奶！丰盛吧？以后奶奶天天给你做。奶奶，真是我亲奶奶。哎，那亲奶奶问你，昨晚上你和盛元有没有那个呀？昨晚。你可答应我了，如果你赌输了，你的肉体就由我处置。现在？这么急？我准备一下。这有什么好准备的？第一次要慎重。什么东西？我自制的小药丸。小药丸？我不需要吃药。一会儿你就知。这就是做男人的感觉。穆小宁，你对我做了什么？新转身药丸，吃1颗可以呼唤身体半小时。什么？这是你自己说的。我赌赢了，你的肉体就为我所用。老公，送我去浴室，帮我洗澡澡。绝无此种可能。老公，老公，我要浴巾。老公，我要浴帽。老公，我其实想尿尿，憋着。憋不住了。老公，
我想要一把尺子。滚！我想要一把尺子。滚！昨晚我洗完澡就直接睡觉了，奶奶。啊，没事儿，快吃，别凉了啊。孙子不给力，看来我得想点办法了。哎，我听阿云说你等会儿要去盛元的公司。哦，我去给陆盛元扎针。啊，那我送你过去。谢谢奶奶。这是咱们陆氏集团。你好，我找陆盛元。有预约吗？我是他老婆。我还是他老婆呢，你是他奶奶都没用。我还真是他奶奶，你是刚来的吧？糊弄谁呢？没预约就是见不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是规矩，规矩懂吗？不懂。你们两个再不走，我叫保安了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带条傻狗。这堂堂陆氏集团是你们想？可以见了吗？可以，您请，您请。哎。他可以啊，你和狗不行。为什么？他给钱了呀，你给钱了吗？狗给钱了吗？早知道在家给陆盛元扎针了，没想到来公司见他还要花钱。帮我盯着城西那块地，必须拿下。我说了，给我点钱呗。孙文，给他转。哦，我要现金。我要这么贵的。你要现金干什么？不是我要，是他要。怎么回事？我以后还是在家给你扎针吧，在公司见你还要花钱，哪有见男人还要花钱的地方？白马会所啊？白马会所是什么？见男人也需要花钱吗？跟他一样。孙文，你去把他处理一下。你跟我去办公室。那钱，好好，那我在楼下等你。盛元，这是奶奶给你熬的十全大补汤，记住，一定要喝完啊！走，小白。这是总裁的老婆。真的假的？没听说过干活的呀。你把裤子脱了。什么？干嘛？脱裤子还要我帮你啊？哎，你把门关了再脱。小白，关门。他奶奶个腿儿的！脱吧。今天就先这样，直接弄吧。直接弄，真的刺激，在家更刺激。也行。好了，谢谢。走2步试试。我可以不用拐杖了。对啊，但只是短时间站立哈。走2步，2步啊。1。干嘛？不让你走2步吗？你干嘛走第3步啊？对不起，我情不自禁，我不是故意的。穆小娘，你干什么呢？我怎么了？不知廉耻！大哥，我们是合法夫妻。
怎么不知廉耻了？你们两个还不快起来！啊，有道理。你来这儿干什么？申源，是爸让我来的。我也是学医的，你的腿一直没好，所以我就想着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不需要。孙文，请这个客人消失。穆小姐，小宁，奶奶带了她煮的鸡汤过来，我们去对面休息室吃。我说大哥，你咋这么麻烦呢？你在这吃不行吗？因为有一个人不想管，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有外人在。走。哦，小白。穆小姐，您看您是滚呐！我在这等申源。哎，这谁的东西啊？看着还挺值钱的。温度正好。你奶奶给的。来，没事，我自己来。你也想喝？别说，你们这个办公室还挺大的啊，就是外面光秃秃，不如我们山上好看，对吧，小白？心跳加快，杂念横生，我这是怎么了？难不成是心魔？小宁啊，我们修行之人一旦产生心魔，就一定要及时的将他斩杀。斩杀陆生源，陆生源给我100万。你我要钱做什么？你的救命钱。支付宝到账100万元。你又怎么了？心跳的更快了，怎么办？师姐在哪？师姐，找到了。我出去一趟。什么？孙文，陆总，你先别管我，你去看看穆小宁，快去！下面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可能？我刚亲眼看他跳下去的。陆总，少奶奶她神通广大的，都能单手拦住卡车，你担心她干嘛呀？快起来！真的啊！陆总，您这是怎么了？擦擦。不知道怎么了，头好晕。没事，可能是刚被吓到了。你先去忙，快去。奶奶，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好，老板出2手。这个值多少钱？我师妹陶李佩怎么在你这儿？白矿主，你怎么会在这儿的？我问你呢，我小师妹陶李佩怎么在你这儿？你小师妹是谁？你拿着我小师妹收徒的陶李佩，却反问我小师妹是谁？我随手捡到的玉佩，竟然是无极神医土地的。那这么说的话，
我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白桃矿主的师侄。白桃师叔，你别乱认亲。我这怎么能算是乱认亲呢？我师父是您师妹，您自然是我的师叔啊。小师妹竟然选了他做徒弟，怎么可能？难道他在骗我？可桃李佩……师叔，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您慢慢逛。师姐，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啊？我走火入魔了，我有心魔了。小师妹，你这不是心魔，是心动啊，傻狍子。好，心动，那不就是心魔吗？有什么区别？我完蛋了！我尼玛，这都没事儿？陆胜元，你怎么了？醒醒！ 大胆心魔！爸妈有好事儿，大好事儿！妈，你猜什么？你把陆胜远睡了？哎呀，妈，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弟子的弟子了。你们看看这玉佩，就是我师父送我的信物。你师父无极神医的徒弟？谁呀？不知道啊。那你这玉佩啊，是我捡着的啊。但你们猜怎么着？白桃白矿主，他看中这玉佩，直接把我当他师侄了，还说什么他小师妹最近要收徒弟，这玉佩就是信物。连白桃白矿主都搞错了，那岂不是说，只要那个师傅一直不出现，谁也不知道你是假徒弟？乖女儿，你现在既然有了这层身份，你可得好好利用一下。爸，你放心，明天早上我就去陆家一趟。我就不信，以我现在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那陆老太婆还敢对我嚣张？哎呦，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中毒了。那没什么事吧？他没事，我有事，绝对不会再和他睡一张床。为什么呀？男人只会耽误我修炼的速度。没用的东西！你啥时候才能让我抱上重孙子呀？哎，沈月，我问你，你和小宁有没有误会呀？又给我装死！陆胜元，以后我们分床睡。你是只有在问我要钱的时候才会叫我老公是吧？没错，这是我的原则。好，那就请如此有原则的穆小宁女士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不行，我要睡这间，你出去。我是听错了吗？干嘛？我认床，我就要在这个床上睡，你去另一间。哼，不去。关灯。睡床上和陆胜元离得近，会生心魔；不睡床上又认床睡不着。他盖我脸上干什么？这是他们山上的规矩，还是
他想暗算我。每次看到他的脸，就心魔肆虐，难以平静。这下总算解决了。哼！陆奶奶，我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你就拿这种国产破咖啡糊弄我呀？穆柔柔，不管你师祖是谁，都不是你来我家耍威风的理由。怎么，不想让我师祖无极神医给你治病了？爱治不治。治，肯定要请无极神医治。可无极神医他老人家总是行踪不定呀。哈哈，大城市就是好啊！我这身装扮可以融入大世界了吧？哈，这个方向应该没错。乖徒儿，师傅来了！哈哈哈哈。陆老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是在前几年呢，我是肯定看不上陆胜元的。毕竟他双腿残疾，又活不过1年，谁也不想当寡妇不是？不过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只要我开口，我师祖一定会治好他的病。届时，陆总再以整个陆氏集团作为聘礼向我提亲，那也勉勉强强配得上我这个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了。穆小姐，你眼睛是看不见吗？我已经结婚了。你确定你要拿穆小宁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跟我比？穆小姐，只要你帮忙引荐一下无极神医，我们陆氏集团名下所有的产业随你挑。陆老夫人想见无极神医可以，我就一个条件，让穆小宁给我滚蛋！啊，这不我玉佩吗？怎么在你这儿？这不我玉佩吗？怎么在你这儿？什么你的？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我用得着抢你东西？这玉佩可是我师傅给，这玉佩是穆小宁掉在陆胜元办公室的，穆小宁才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啥表情啊你？啊，我饿了，等会儿再吃。你和无极神医，你们怎么都在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不认识什么无极神医。这个穆小宁明明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可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件事，那倒不如便宜了我。穆小宁啊，我劝你以后提到无极神医呢，放尊重点。为啥？因为他是我师傅的师傅。那看来你这师傅的师傅人也不咋地。既然无极神医是你师傅的师傅，那能不能让你师傅搭个桥，让无极神医帮他治个病啊？当然可以啊，不过嘛，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让我师祖给他治病，那是有条件的。说，非常简单，陆氏以整个陆氏集团来迎娶我，然后把你这个土包子赶出去。我要是不同意呢？那就只能让陆家准备好后事了。我这谁欺负我徒弟？乖徒儿，为师来了。无极神医，师傅。乖徒儿，为师来了。不对，神医他无极神医仙风道骨，英俊非凡。这孙媳妇的师傅只是长得像而已。师傅一条红烧一条清蒸，正好完美。小家子气，一条破鱼而已，高兴成这样。小宁，这位是？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师傅。我是小宁的师傅。糟老头子一个，果然和穆小宁一样土。再给我爸爸一句试试。我来。你还年轻，嘴不够毒。臭老头，知道无极神医吗？他可是我师祖。死贱人！说什么？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别人是国耻，胸无大志，重情何在？艺术三化，少年无神，引火伤身，鼻孔外露，多情才浓，言语嘴不雅，嘴贱心硬，不用活。你看看你，这辈子霉运勾柳，鱼目混珠，不读也书，过继九族，包头头菇。你个臭老头，回头我告诉我师祖，不然他灭了你！死贱人！没素质！什么乱七八糟？是我的徒孙，我怎么不知道？师傅，
他就是你闪婚的老公。老先生，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们离婚，赶紧的！混蛋，冲我来的！啊，我的财神爷啊！师傅，你真是太不懂事了。请问，我有哪里做的不对吗？确实有。哎，那您尽管说，我们一定改。第一，他的腿不行。3天之内保证给他治好。第二，他的命太短，只要药材全也能给他治好。真的啊？真的比金子还真的，奶奶。他的病我本来就可以治好的，根本就不难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非要去找那个什么无极神医，那个无极神医除了吹牛根本就不会救人。我要哪天见了无极神医，我非给他一拳。第三，他们认识就去领证，是闪婚，没有感情基础，不靠谱，不稳定。稳定，非常稳定。你这孩子，别以为师傅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你还不就是看着他有钱，不舍得离婚吗？对啊，他有钱不好吗？我还能给师傅养老，能给师傅买好多好吃的。老公，你会剖产吗？老公，你会剖产吗？不会，永远都不会。永远。这不就了了？你看，人们都说固若金汤，没有金子怎么稳固嘛？你不愧是我选中的孙媳妇，真有文化。还固若金汤呢，哪有乱用成语的？小喜鹊尾巴长，有了老公就忘了你，忘了师傅。有钱是吧？来，为我50，看看实力。50亿是吧？那倒没有那么。支付宝到账50元。谦虚啊，我的好谦虚啊！天气不早了，快晚上了，你们2个一起回房间睡觉，赶快造一个娃娃出来啊！赶快进。师傅，等，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真，绝对真。只要你不破产，我就好好做你老婆，好好花你的钱。你刚提到的治腿和治病的事是不是真的？那肯定也是真的了。现在我师傅来了，我有很多药材都可以找他要，只要你能吃得了苦，3天保你健步如飞。3天？那我那个活不过1年的病，这个嘛，只要药材够，其实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我得去问下我师傅。所以我的病就是要干嘛？扎针啊！扎针？这么长的棍子你要扎哪？这么长的棍子你要扎哪？头顶，百会穴。等等，这么长的棍子扎下去会死人的吧？想要快点治病，就得下猛药。成了，成了！等等，大功告成了！你吃下这颗小药丸，你的腿就完全治好了。你管这个叫小药丸？当然，这可是……宁宁，苏曼，赶紧叫医生！好。好了，就是累的，睡着了。醒了吗？醒了。你的腿好了。作为回报，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去白马会所吗？就是那种可以花钱找男人还能喝酒的地方。你去白马会所做什么？我师姐说饺子要吃烫烫的，男人要睡壮壮的，所以我想看看壮壮的男人是什么样子。哦，那你师姐还说了什么呀？我师姐还说，大奶翘臀是男人的嫁妆。你的一般。松手。哦，那我可以去白马会所吗？不可以。哦，那我要110。那你还真是好养啊！师姐，这是哪儿？这不是庆贺你赚的100亿吗？今年师姐带你见一下世面。欢迎光临，主人。哇，师姐，这就是你说的壮壮的男人。怎么样？你师姐我的品味好吧？没事，你老公不让你来，师姐满足你。师姐，你今天咋穿的跟个爷们儿一样？我这不是还是名人吗？被人追好，走，咱们进去爽爽去。玩的开心。真的？穆小宁的穆小宁，这次你可在我手里了。爸妈，刚刚得到消息，穆小宁出轨了。你说什么？穆小宁她耐不住寂寞，给陆慎远戴了绿帽子。那就是说，柔柔你还有机会？什么叫我还有机会呀妈？现在全京海谁不知道我穆柔柔是无极神医的徒孙，追我的富二代都让我吊着没理他们呢。是陆慎远高攀我才对。对，妈说错了。闺女啊，陆慎远被穆小宁戴着绿帽子可不是小事儿，你有证据吗？当然了，爸，我朋友啊亲眼看到穆小宁跟着一个双腿健全的西装帅哥去了白马会所。白马会所？对啊，双腿健全，那肯定不可能是陆慎远呐。我现在就要告诉慎远，不，我要发朋友圈，让全京海的人都知道穆小宁到底是什么货色。穆小宁，你完蛋了。主人好。主人，你想对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啊。真的？那你可以把你的钱都给我吗？这个不行。笨蛋啊！让师姐我来示范一下。这京海真是个大城市呢。师姐，你来这就是为了吃2颗葡萄？这可不是普通的葡萄，是生活啊！来，快来一起玩啊，跟我一起享受享受。你们几个给我把小师妹给伺候好了。无极神医那边还是没有消息，现在京海都在传无极神医要把衣服让给徒孙穆柔柔。穆柔柔，陆总，少奶奶不是说只要有药材就能治好您的病吗？您的腿就是少奶奶治好的。依我看，那些专家说什么您活不过1年，说什么只有神医才能治，都是瞎说的。无极神医还是要找的，你去穆柔柔那边打探一下，顺便问一下少奶奶，看看她还缺什么药材。好的，陆总。沈源，你怎么还在家呀？怎么了？你老婆都花钱去外面找别的男人去了，你还在家干坐着？怎么可能？你看看穆柔柔的朋友圈吧。
实在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但是关于我姐姐穆小宁出轨陆总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求求你们别再问我了。我也是听别人讲的，说是穆小宁嫌弃陆总双腿残疾，耐不住寂寞，和一个双腿健全的野男人去了白马会所找乐子，其余的我一概不知。她毕竟是我姐姐，我还能顾着她的颜面，我还能说什么？穆小宁，你的腿，腿什么腿？走！你慢点，别生那么大的气。我孙媳妇呀，就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怎么了？爸，穆小宁这次死定了。我刚刚发完朋友圈，陆胜元就带着孙文怒气冲冲的去了白马会所。不愧是我的好闺女，你天生就是做陆少奶奶的料。那当然。穆小宁在这儿，真是太过分了！帅哥，孙文，有没有人跟过来？没有了，太吓人了！真是太过分了！跟我结婚才几天，就花我的钱去玩别的男人。陆总，你听，哎，陆总，会不会是什么误会啊？还能有什么误会？哎，陆总别生气。穆小宁，你！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们吧！这活真的干不了！救救我们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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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回来。这搞什么鬼？同学们，还有没交作业的抓紧了哦！现在我们只接高中，哦不，现在我们只接初中的单，高中也可以有一个。我们现在只限100单，还没有交作业的小朋友抓紧啦！来找我什么事儿？你来会所写作业？不然呢？男模100块1小时，我接单300块一个，我从中间啊净赚200，怎么样？少奶奶，你今天赚了多少钱？不多，也就100单2万块了。要不要加入？我加。那跟你一起进来的那个男人是谁？男人？哦，你说我师姐啊？她负责给同学们去送作业啦。少奶奶，你也是日入过2万的女强人了。必须的。穆小宁，你知不知道就是为了赚这点钱，外界已经传我头顶上已经青青草原了。啥？别走啊！别走啊！救救我们！谣言中双腿健全的男人是我，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谣言，更不要以谣传谣，否则陆氏集团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你小点声！爸，陆胜元的腿怎么好的那么快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让穆小宁替我嫁过去了。没想到啊，这陆深远竟然会为了穆小宁亲自发朋友圈澄清。看来你们两个婚后感情不错呀。不可能，穆小宁那个野丫头她也配。我看呢，就是盛元想维护自己的颜面罢了。没错，我们柔柔现在对我的身份可是无极神的徒孙，那穆小宁怎么配呀？柔柔，咱们找个时间，明天或者后天，你就跟陆水言说无极神医想要见他，把戴总约出来，一准把他弄到手。好。喂，世元，穆柔柔。哎，是世元，你怎么把我微信给删了呀？我只能打电话找你了。你有事吗？有啊，我知祖无极神医想见你，还有我师姐白桃矿主也会在。早上10点，金海大酒店，你要来吗？可以。我去见穆柔柔，她该不会生气吧？我在想什么呢？他心里又没有我，只有钱。少爷，
我出去有点事，少奶奶还在睡觉，就不要吵醒她。陆诗云要干嘛？该不会背着我，偷偷给别的女人钱吧？哼！跑这么远干啥去？累死我了！诗远，坐这。师姐，这个慕柔柔搞什么鬼？沈园，这位是我师叔无极神医的弟子白桃矿主。无极神医没有来是吧？师祖他老人家日理万机，不一定什么时候来呢。不过只要我开口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会来的。所以你今天找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就前2天嘛，我朋友告诉我姐姐带你去白马会所的事儿，我那不就误会了吗？沈园，我今天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你要是再这么废话下去，我想我真的可以走了。白桃矿主，打搅了。哎，等等。慕柔柔，你有话就直说，别老拐弯抹角的。师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个姐姐她嫉妒心可强了。虽然她现在嫁进了陆家，可是我现在已经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也就是您的师侄。她现在对我特别不满。但是你姐姐是穆小宁吗？是叫穆小宁啊，你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她不是小宁师妹的徒弟吗？难不成那桃李佩是她偷来的？这个慕柔柔不对劲。哎，申源，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师父还有我师祖肯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就这样。这是吃醋了。你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本来就是学医的，我师父也指点过我医术，这治病救人嘛，我肯定是要住在你家里。可以。还有，如今我的身份，你们陆家必须对我百依百顺，唯命是从，包括你。可以。等等，慕柔柔，你师父姓甚名谁？看中你什么才能？为什么收你做徒弟？你倒是跟我说说。师叔，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师娘，依我看，我今天就跟你回家吧。你还没完了是吧？要不然我真的会生气的。小宁，慕柔柔，你的好师傅，我的小师妹来喽。白桃矿主，请问你和穆小……慕柔柔，小宁，你和无极神医？什么无极神医？无极神医，我都说多少次，我不认识什么无极神医。穆小宁，我警告你啊，你对我师祖放尊敬点。尊敬你个大头鬼啊！我警告你最后一遍，你的爪子要是再敢碰我老公，我就给你砍掉！哼！小宁无，这怎么突然那么臭脾气啊？其实他脾气挺好的，是不是你对他太过严苛了？我对他严苛，师叔。哎，等等，我跟你说师傅的事，我咋瞅你不太对劲呢？小宁，小宁，我说你烦不烦？你怎么这么生气？那
能不生气吗？我像你这种，在古代，我师姐说就应该被进猪笼。啊！我师姐还说，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师姐，哎，你师姐她，穆小宁和白桃矿主什么关系？她的师姐为什么是白桃矿主？既然如此，她为什么又不认识无极神医？他什么他？盯着我干嘛？没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的生气，我要离婚。什么？你要离婚？陆慎元他不守难得，明天上午就把婚离了，下午就要回山。我没有不守难得，是他误会了。哎呀，孙媳妇儿，别急，慢点说。要是慎元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就把他呀逐出家门。师姐说我对陆慎元是心动，不是心魔。可依我看，心动比心魔更影响修行，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和陆慎元离婚。你问问他吧，我累了，我想回去睡觉了。哦对，明天上午8点民政局，赶紧把婚离了，下午我就要回山。师傅，明天我回山上，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也行，反正我也……那我就先不回去了，为师还有点事儿。哼！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老先生，请问小宁说的那些药材，现在还缺什么？这百年春蚕、千年龟和万年鸡头，还要用8月雪做药引。这怎么可能嘛？这春蚕越冬都难，何来百年呢？千年龟、万年鸡头，简直闻所未闻呐！还有这药引，8月雪，这8月下雪，简直痴人说梦啊！哼！哎呀，小宁不能走，小宁一走，我们家盛月……哎呦！醒了，看看喜不喜欢，都是给你的。奶奶，你为啥给我这么多金条啊 ？Lady Go！ 不是你说你和盛元的感情固若金汤吗？这没有金子，怎么固若金汤呢？奶奶，还早吗？走。KO。陆慎元，这次要是我孙媳妇儿真的走了，你也别在这个家给我待着。奶奶，我自有分寸，你放心吧。你呀你！陆总，药材的这有消息了。我们的人打听到，无极神医20年前曾在江南设坛施法，让江南于8月盛夏，赫赫炎炎。流金硕士之时，大雪3日。8月飞雪啊！但穆柔柔的关系在这儿，无极神医难。小医仙有消息吗？听说小医仙正在收徒，无极神医门下只有小医仙在收徒，所以穆柔柔的那个神秘师傅，很有可能就是小医仙。陆总，要不您再去哄哄少奶奶，我们想办法。陆慎元，再见了。虽然你很好，但心动如心魔，
你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离婚了。你要干嘛？回家干嘛？还不要耽误我时间。去哪儿？去山上。去哪儿？你们说，盛远能哄好我孙媳妇吗？难呐！昨天你送了那么大堆金子，他都没有动心。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也不知道干了什么，让儿媳妇那么生气。穆柔柔就是摸了我2下，我又不是故意的，是她还摸了啊？摸谁了？这你们还听不出来吗？陆胜远一定是被别的女人摸了。哎呀，你起开，打我动了！啊！哎呀，盛远，你怎么了？你怎么又犯病了？没事吧？盛远呐，你就是太重感情了。哎，奶奶知道你喜欢小宁，小宁这一走，你这病活不过1年呐。你这连孤单终老都是奢望啊！奶奶，你别伤心了，等我集齐药材，我肯定会把它治好的。哎呦，姐姐真是口气越来越大，就凭你还能治好盛元啊？你以为你是无极神医本人，还是无极神医的徒弟？你来做什么？陆老师，我今天来呢，是听说陆总生病，代表我师祖过来看一下。你们呢，最好对我客气一点，说不定我师祖一高兴，就把陆总的病治好。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无极神医是你的师祖？还有，把玉佩还我，那是我的。难不成穆小宁知道他才是无极神医的弟子吗？什么玉佩？我不知道。就这个。你不认识无极神医？不认识。那这玉佩就不是你的。那你怎么证明这玉佩是你的呀？不用证明啊，报警就好。穆柔柔，把东西还给我老婆。你醒了？东西。我师祖可是……不管你师祖是谁，都没有拿了别人东西不还的道理，并且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好像也没有证据吧？我当然有证据，我证据就是那鱼汤挺好喝的。世元，你要不要尝尝啊？我老公不喝你鱼汤。还有，赶紧把玉佩还我，要不然揍你！这穆小宁，你真是乡下待久了，这是粗鲁！胡说！我孙媳妇儿，这叫文武双全。你快把玉佩还给他！你少胡搅蛮缠了，这玉佩就是我的。懒得跟你们废话，我今天来可是跟盛元有正事。什么事？现在呀，全京海都知道我已经拜入无极神医的名下，就连我们家的生意都是更上一层楼。所以我父亲决定正式的公布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公布啊？后天我们穆家会在穆家庄园举办拜师宴。拜师宴？哼！穆小宁啊，穆小宁，你这个蠢货，不知道自己是无极神医的弟子就算了，竟然还能把证明身份的玉佩丢在了办公室。拜师宴过后，当着全京海的面，我这个假的也成了真的。而你，穆小宁，我好心提醒你，拜师宴过后，你我可就彻底是两个世界的人。为什么？蠢！世元，如果你能以我未婚夫的身份参加拜师宴的话，无极神医一定会帮你治病的。你没事吧？穆小宁是我老婆，你赶紧回去吃溜溜梅去。那好办啊，那你们离了不就完了吗？我堂堂无极神医的徒孙，难不成还比不上穆小宁这个乡巴佬啊？
什么无极神医徒孙？师傅，你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没错，全金海都知道我慕柔柔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什么情况？我的徒孙，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个师祖呢，虽然平时性格古怪，但是他最是疼爱我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徒孙。臭老头，你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没忍住。你这个臭老头，自从上次在陆家见到我，就一直针对我。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穆小宁的师傅？可穆小宁不就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吗？难道你是无极神医？不是。我就知道。不过我认识无极神医。真的？你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是吧？我刚刚在外边走廊听到，你说要弄什么拜师宴啊？对，老先生，我刚刚不知道你认识我师祖，不然我肯定。后天的拜师宴，我和你的师祖一起参加。真的？我师祖也会来我的拜师宴，那真是太好了。只要有无极神医亲自点头认证我的身份，金海的上流社会全部都要仰仗我慕柔柔的鼻息生存。现在整个金海都被这个慕柔柔骗了，竟然仗着我无极神医的名号胡作非为，不如就趁着拜师宴，当着全金海的面揭穿他。我现在就回去，亲自准备我的拜师宴。哦，对了，穆小宁，后天的拜师宴你不选，凭什么？就凭我才是拜师宴的主角。哦，对了，申元可以来，以我未婚夫的身份。师傅，哎，不就是个拜师宴吗？去就得了。师傅，你真的认识无极神医啊？是啊，认识啊，认识。那你有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宁宁，无极神医向来神秘，手机号就别想了。不过无极神医的弟子白桃矿主现在倒是在静海酒店，如果可以见到白桃矿主。哦，对了，师傅，我还想问你呢，为什么你们都说白桃师姐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极神医的得意弟子白桃女士。师姐？你刚说白桃矿主是你师姐？对啊。那白桃矿主也是您的弟子？对啊。您就是无极神医？啊！哎呀，我师父不是说了吗？他只是认识无极神医而已。师父，为什么师姐有2个师父啊？你师姐她天赋异禀嘛。师父，你太穷了，我也想要2个师傅，以后给你找一个富婆师傅来养你。哎呀，乖徒弟，你真是太孝顺了。你放心，拜师宴上见了无极神医啊，你老公的病就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傅，其实这个病我也可以治，只不过我的材料不够而已。是啊，这1000年的龟和万年的鸡头，我倒是能找到，就是这100年的春蚕，这很难找啊。至于这8月雪嘛，让无极神医做个法就有了。还是得请无极神医来呀。也不知道无极神医有什么喜好，我们也好提前准备准备呀。这好办呀，问白桃师姐不就好了？好，我跟你一起去。你不是病了吗？你问我无极神医喜欢什么？我跟你说，
你一个无极神医的徒弟啊，你师傅喜欢什么？你他妈问我？你是无极神医的师姐，你说啥？你师姐，就算咱们师傅再穷，师傅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就算那个无极神医再有钱，就算他出手再阔绰，我也不可能让他当师傅的。小宁说的没错，钱我们陆家有的是，咱们不缺钱啊。你，我叫救护车。师姐，师姐，还活着，吓死了，我还以为被我气死了。孙文，陆导，那个话多且密、珠光宝气、不怀好意的店铺又来公司了。谁啊？穆柔柔啊，他还说是您的未婚妻，你真跟少奶奶离了？你等着我，我马上过来。你还有你，把这瓜子皮给我清理干净了。一会儿生源来了，看到不好。知道看到不好还乱扔，旁边有垃圾桶，还非要扔地上。说什么呢？我让你们拖地，懂了吗？穆小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再说了，拖地这个事情也不归我们管呀。我说多少次，不许叫我穆小姐，叫我少奶奶。可是少奶奶她刚来过呀。不许给我提穆小宁那贱人。陆总，您总算来了。穆柔那个女人是真的疯了。她怎么了？刚刚是你们三个给我顶嘴是吧？来，现在给我跪下捡瓜子。陆氏集团给你们开的工资不少吧？想不想要这份工作，全看你们自己。哎，你干嘛呢？我让你跪下捡，听不懂吗？咋了？嘘，陆笑啊？不会。我来。这种人，无极神医怎么会收他为徒？太残暴了！干嘛呢？跪呀！不跪是吧？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我师祖可是无极神医，无极神医你们不知道吗？他现在可是全金海所有人都要跪舔的人物。听不懂吗你？这是什么？说实话药丸，只需要1颗就可以说出实话，说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做你自己。你不是想知道无极神医为什么收他为徒吗？给他这个，什么就都知道了。话是这么说，但你这个不是用来给我补气血的人参丸吗？拿错了，这个才是。说实话，管用吗？什么东西？是说实话药丸。穆小宁，你怎么还敢来呀？咋了？你天天说要给我老公当小三，你都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为什么不敢出现在你面前？我师祖可是无极神医，我可是……穆小宁，刚刚的药丸什么东西啊？说实话药丸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吃了它呀，今天就只能说实话。真的假的？有这种药吗？这种存在吗？这个穆小宁在山上净学了些歪门邪道。趁现在，问问他，他到底是不是无极神医的徒孙？穆柔柔，你到底……穆小宁，你想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你不准胡闹啊！说那么大声干什么？我怕你问出我的秘密。
怎么办？怎么办？穆小宁刚才给我吃的药丸。穆小宁，我警告你，你少吓唬我，你也不准忽悠大家。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说实话的药丸。穆柔柔这个样子，看来她拜师的事情有猫腻。你叫什么？穆柔柔。你最喜欢的男明星现在在干嘛？踩缝纫机。那你最懂的知识是什么？老汉推车。笑什么？知识有什么好笑的？看来这药效果不错。那必须的。穆柔柔，你的银行卡密码是？你这就是违法犯罪了。你也想去踩缝纫机？穆柔柔，现在跟我的员工道歉。凭什么？我该死！为什么说不出来？难不成真像穆小宁说的，只能说真话？你到底想干什么？给他的员工道歉，听不懂人话呀？给他们道歉？他们什么档次让我道歉呢？沈源，你不能这么对我。当初我妈好不容易才小三上位，帮我想了穆小宁的婚约，我们才是天生一对呢。我才应该是陆少奶奶呢。穆小宁，她就是个贱人，她怎么不死在外面呢？我有这样的人，你都这么坏呀你？怎么回事？我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也是你的实话吗？看来是了。恐怖如斯。想婚约，原来豪门玩的这么花呀！原来穆夫人小三上位呀！不止，听说穆总还是软饭硬吃，现在的家产都是原配的。这也太恶毒了吧！居然想让自己姐姐死在外面！你闭嘴！全都闭嘴，不准说了！穆小宁，今天的账我记下了，后天的拜师宴我要你好看。谢谢你夸我好看。沈源，后天的拜师宴过后，你会后悔的。粗鲁。这个穆柔柔，坐，慢点。人参丸，快！来，水。好点没？咋回事啊？以前都有用的。就是啊，之前很快见效了，是怎么回事？吃错药了啊！这，来，好点了吧？吓死了！郑医生喊没事了。干什么？你刚刚吃了我的说实话药丸。说实话药丸？就穆柔柔吃的那种。你想干嘛？你刚刚吃了我的说实话药丸，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什么问题呢？你都要如实回答我。我病还没好，你不要乱来。老公，你到底想问什么？你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呀？爸妈，我今天去公司找盛源，可是穆小宁那个丫头当着全公司的面为难我，捉弄我。那个小野种，真是越来越不把我们穆家放在眼里了。我们家柔柔现在可是有无极神医的撑腰，她不晓得你算个什么东西。无极神医这事儿说到底始终是假的。现在金海市那些老东西，也就是看在柔柔是无极神医徒孙的份上，才愿意带我们穆家一把。万一让他们知道是我们在撒谎，我们穆家可就彻底完蛋了。爸，那怎么办呢？
趁着无极神医这事还没被揭穿，你得先把陆慎远搞到手。没错，把陆慎远搞到手，等你成了陆少奶奶，到时候就算大家都知道你不是无极神医的徒孙，那谁敢说什么？到了那时，咱们穆家才算是真正发达了。可是盛元现在被穆小宁迷得五迷三道的，眼里根本没有我，那就生米煮成熟饭。这能行吗？当然行。好，我现在就给陆慎远打电话，叫他过来。只要拿穆小宁这个野种当借口，陆慎远肯定会来的。陆总，来走一个。陆总，不用了，穆先生，我这趟过来只是来拿小宁的东西。爸，陆总他开车来的，不方便喝酒。来喝茶。谢谢，不用了。申元，这个茶是我向你赔罪的，上午的事情都是我不好，如果你不喝的话，我可是要愧疚一辈子的。我喝了，小宁的东西。小宁，慎元，你不舒服吗？我扶你回房间休息吧。慎元，你想干什么？过了今晚，我就是你的人了。别碰我！你往我茶里放了什么东西？当然是助兴的东西了。卑鄙，无耻！陆慎元，我看你到底能忍到什么时候？小五张，哎，小宁啊，你说慎元拿个东西怎么去那么久？还有你那师傅也真是，这2天连个人影也不见，想打个麻将都凑不齐。哎呀，我师傅说他回山上去拿千年龟和万年鸡给陆慎元治病，石沟全砍了。等我师傅回来之后啊，咱们的药材就只剩百年春蚕和八月雪了。百年春蚕，我听人家说过，说无极神医的小徒弟小医仙用百年春蚕给人治过病。小医仙？据说他比他师傅啊无极神医还要神。他用百年春蚕治病的时候啊，才10岁。无极神医是真有钱，动不动就什么百年、千年、万年的珍贵药材，不像我和我师傅，给人治病就只能用个蚕宝宝。你可不穷，以后想买什么呀？奶奶给你买。奶奶真好。奶奶好吧，那你还不加把劲儿，让奶奶呀早点抱上重孙女呀。哎呀，奶奶，陆慎元说，喂，穆小宁，你快来，穆家大院，快来，穆家大院，快来！怎么一惊一乍的了？陆慎元出事了，慕容容非礼他，不行，我得赶紧去救他，得保住他的贞操啊！华柔，慎元，别挣扎了，水闸已经被我给关了，不如让我进去帮你吧。滚！你别靠近我！还不死心呢？我可提醒你，这药啊，一直喝着，
说了，好，那我现在就去洗澡，我在房间等你哟。陆小宁啊，走，我们回家。死肥猪啊！你是？可以吗？可以吗？心魔！老公，老公，吓死人了！老公硬硬的，还以为是死了呢。陆胜元这么虚，撞一下头就晕了，该不会是不行吧？只是撞了一下而已，怎么还没醒？他是不是不行啊？据说正常男人早上会……哼，那我就鉴赏一番。怎么睡觉穿个裤子？真烦人！要不……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没什么，我想看你，孙媳妇儿，孙媳妇儿，快来呀！啊，来啦！奶奶叫我先走了。孙媳妇儿，奶奶，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呀？要不了，现在要不了。哎呀，你们年轻人，奶奶懂的，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啊，500万，月嫂、月子中心、家政保姆都给你安排好了。不是奶奶。200万，买车带宝宝逛街用。开车太麻烦。2000万，买学区房不用开。学区房？黑卡。无限制，想买啥就买啥。奶奶，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看我做什么？是不是盛元欺负你了？跟我说，奶奶给你做主。哎呀，奶奶，我实话告诉你吧，陆盛元他不行。真的假的？真的。你放心，奶奶给你们想办法。阿云，老夫人，从今天起，咱们家的食谱：早上牛鞭炖鸡肾，配枸杞羊肉粥；中午晚上要多吃肉和海鲜，比如什么猪腰子、羊腰子、鸡腰子、海参、海蛎子都安排上。再来个韭菜炒盐花、韭菜炒大虾、韭菜炒生蚝，最后再来个10全大补汤啊！少爷身子不好了，补。奶奶，我吃好了，你们先聊。奶奶，我也吃好了。那孩子的事儿呢？那个陆胜元说，他想先治好病再要孩子，就怕他这病治不好。哎呀，奶奶，我师傅不是认识无极神医吗？过2天还是穆柔柔的拜师宴。到时候无极神医来，我们就求他给陆胜元治病不就好了？
那也只能先这样了。啊，也不知道师傅现在到哪儿了，拿到药材没有？哈哈，完成任务，找我宝贝徒弟去喽！好，我知道了。孙文，你现在马上去城西一趟。啊！城西那块地皮出事，那块地皮我们可是投资了上百亿，要是……快去！走，要这就去。怎么回事？这个穆柔柔，他说在金海市，只要谁敢跟我们陆氏集团合作，就是和他的师祖无极神医过不去。这么嚣张，我找他去。这么嚣张，我找他去。哎，啊，你又去给他整2个大熊猫眼？他不会是因为昨天的事，所以才来报复你吧？没事，无所谓。啊？这个穆柔柔空有个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头，他却不知道商场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比谁的拳头硬。听不懂。因为这些投靠他的企业，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除了占着一个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头，但却什么都给不了他们。妈，你看我明天拜师宴穿这件好不好看呢？那好看，好看！我闺女啊，她就是好看，比穆小爷那个野种好看100倍。明天的拜师宴，杀杀他们的狗眼！爸，哪个不长眼的又惹您生气了？还不是你们2个！办个拜师宴要花老多少钱？你上次在拍卖会上买那些破石头，整整花了1个亿，结果呢，公司能用的现金都被你败光了。爸，上次那是穆小宁故意整我，这回可就不一样了。明天拜师宴结束后，我就坐实了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到时候金海那些企业还不排着队跟咱们合作？哎呀，是啊是啊，那说不定到时候陆深远都抢着娶咱们家柔柔呢。这次不要再让我失望。放心吧，爸。啊，赚钱太难了。奶奶，我们出去赚钱吧。可奶奶73年都没上过班呢。奶奶，您不是才73岁吗？是啊。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孟柔柔也不会针对咱们家。我听孙文说，咱们城西那块地皮要值100多个亿呢，他要是赔了，我不得疯了呀！不行，我要赚钱，我要努力赚钱。好，随你。我孙媳妇儿真厉害，奶奶跟你一起去。哎，那咱们怎么赚钱呢？赚钱方法1：算卦占卜、看相、摸骨。你们谁怀了？我。算算肚子里怀的是男是女？男孩。你这准吗？你老婆姓宋，今年32，你们结婚了7年，有了6个孩子，6个都是女娃。现在想要个男的。对。结账吧，王先生。我不姓王啊。孩子他爹姓王。赚钱方案2：风水堪舆，西木占星。开摊啦！第1次免费哦。他不喜欢你，他不是没钱，只是不想跟你花而已。你不是小奶狗，你是小舔狗。分，下一个。哪有男人一天洗10次澡？他不喜欢你，你俩没戏。太喜欢
欢我吗？大师，大师，我还能再争取下。大师，看我听我的，滚！现在的年轻人，恋爱脑太多了。钱难挣，屎难吃啊！赚钱方案3：胸口碎大石。还有啊，城西那边情况怎么样？陆总，城西那块地已经安置土地，就是什么？你说啊，支支吾吾干什么？穆柔柔给京海市各大企业发了邀请函，说是准备成立一个商会。但就是没有给我们陆氏发邀请函，是吗？陆总，您说他这不就是在针对我们陆氏吗？意料之中。对了，少奶奶今天在干嘛？怎么一直都没有见到她人影？陆总，您还是自己看吧。嗨，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个七旬老太抡大锤，美少女胸口碎大石，请你们睁大眼睛，奇迹马上就要发生。嘿陆总，您怎么了？惨不忍睹。明天就是穆柔拜师宴了，我先去准备一下。去吧去吧。哦，对了，有无极神医的任何消息，立即向我汇报。拜师宴终于到了。这什么茶？武夷山大红袍。你知不知道这茶7万1斤啊？赶紧拿去换掉。是。哎，等等，以后这种7万1斤的茶，只能给身价上亿的老总，那些级别差点、身价1000万的，给他们喝绿茶，懂了吗？那身价不到1000万的呢？蜜雪冰城买几杯柠檬水吧。懂了。哎，回来！你是不是傻呀？蜜雪冰城不要钱，身价1000万都不到，还想喝茶呀？搞点白开水喝喝得了。这才有我们穆家人的样嘛！平日里大手大脚的，成什么样子？爸，今天的拜师宴，你必须全力配合我。不光要从这些老总手里骗到钱，拿到投资，还要逼婚穆慎然。我要让穆小宁身败名裂。穆柔柔，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穆小宁，谁让你来的？我不是说不让你来我拜师宴吗？门口那个牌子那么大的字，看不清楚吗？小白，他不让你进来哦。穆小宁，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说这里不欢迎你。穆小姐，请你说话放尊重。陆慎元，曾经我确实对你痴心一片，可你呢，却对穆小宁那贱人迷得神魂颠倒。好，我不怪你，可如今我已经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了，你对我还是这种态度，怎么，你的病不想治了吗？无极神医什么时候到？无极神医如果在的话，我可以亲自向他解释。哼，用不着。没事，我师父不是认识无极神医吗？到时候我让我师父去找无极神医给你治病。这能行吗？那穆柔柔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呢。这大城市的路怎么那么难找啊？又走错了。诸位，
今日来参加拜师宴的都是我穆柔柔和穆氏集团的好朋友，除了穆小宁。这不是他姐吗？陆家的少奶奶，听说在乡下长大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吧，我父亲穆元白和我母亲曾经非常的恩爱，可是穆小宁的生母横刀夺爱，害得我们一家3口整整5年都没有团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穆柔柔，你妈才是小三，你要是再敢造谣，我可不敢保证我不打你。大家看到了吗？穆小宁她现在有样学样，同样她也夺走了我和陆氏集团的婚约，代替我进了陆家。穆柔柔，你这样颠倒黑白，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申元，你一定是被穆小宁给骗了。你现在离婚，然后你跟我结婚，我让我师祖帮你治病，好不好？好你个头啊！不愧是我的小师妹呀，气势十足。不愧是我的小师妹呀，气势十足。师姐，怎么生气了？他让我和他离婚，然后他和他在一起。是不是知道你是假的了？柔柔，现在怎么办呀？你赶紧想个办法。哎呀，你们别操心了，我早有准备了。那个白桃小姑，我这2天啊，已经让酒店给她送走了。哦，白桃师叔，谁是你师叔啊？哎呀，师叔，你大老远过来肯定累了吧？我叫人陪你回房休息。小雨，白桃姐姐，好久不见了呀！哎呀，小雨，你这发育的不错啊，咱回房间好好研究一下胸肌。师姐，师姐，这都行？你师姐不会喝多了吧？我没想到我师姐脑袋顶上竟然长了个肿瘤，还是个恋爱肿瘤。穆小宁，那我们就继续刚才的话题吧。诸位，我今日叫大家来，就是为了让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穆小姐，您请尽管说。我师祖无极神医旷世救人，可那并不是白救的，救你们，你们就得给我们穆氏集团投资；救你陆慎元，你就得名门正娶，引我入门。你们觉得公平吗？是啊，对，没错，一切都听穆小姐的。那么谁还有异议啊？我师傅。哎呀，老许，你可回来了！师傅，药材找齐了不？齐了。嘿，那就剩无极神医的百年春蚕和八月雪了。穆家丫头，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意思是让陆慎元和我徒弟离婚，娶你。许长老，你不是说我师祖无极神医会来的吗？无极神医，他已经来。我师祖已经来了，那他人呢？我就是无极神医。师傅，你什么时候成无极神医了？好了，我也不装了，摊牌了。我就是无极神医，站在我边上的就是我的徒弟穆小宁。臭老头，你说是就是，你怎么证明？对啊，你拿什么来证明？你们2个一定是串通好的，你们2个骗人撒谎。好，证明成华通法。土木风春。哎，我长头发，我长头发，我长高了，我长高了！怎么样？足以证明了吧？柔柔，不可能，穆小宁，
无极神医，我不相信。师祖，对不起，我错了，我不知道穆小宁是你徒弟啊！别乱喊，我才不是你师祖。你是，师祖，你快看，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玉佩。我师父跟我说了，谁得到这块玉佩，谁就是他的徒弟，谁就是你的徒孙呢。这不是我玉佩吗？你胡说，这明明就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师祖，您快看，我真的是您的徒孙。怎么回事？到底真的假的？要是徒孙无极神医能不知道，那可说不准。慕柔柔也是真的。奶奶，这个是他偷的，看看无极神医怎么说。这个玉佩嘛，倒是真的。师傅，哼，偷我小宁乖徒的玉佩，这弥天大火，我看你要怎么圆。你师傅是谁？我师傅，我这个玉佩是拿的穆小宁的，我哪有师傅？可无极神医既然这么问了，说明他还是愿意相信我的。对啊，你师傅是谁啊？这玉佩根本就不是你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师傅。胡说！穆小宁，你不要血口喷人。那你说啊，你师傅是谁啊？说不出来吧？我师傅。怎么办呢？有了，无极神医徒弟众多，我只需要说一个离金海最远、最神秘的徒弟，就能瞒天过海。我师傅是小医仙。你知道小医仙是谁吗？小宁。啊？师祖，我师傅确实叫小医仙。我师父跟我说，外面的人都是这么叫他。真的是小医仙？小医仙的徒弟？天哪，小医仙！你说你是小医仙的徒弟，他本人知道吗？当然知道。啊，小宁啊，他是你徒弟吗？他不是小医仙的徒弟吗？他是哪个师姐的徒弟啊，师傅？小医仙就是你，傻徒弟！我就是他。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穆柔柔，你冒名顶替，鱼目灌珠，你母亲柳琴鸠占鹊巢，横刀夺爱；你父亲穆元白始乱终弃，枉为人夫，抛妻弃女，愧为人夫。今日我许如归以无极神令宣告天下，正式永久封杀穆氏集团。全完了！穆柔柔，你是要害死我吗？爸，你相信我，我们还有机会的，爸，我们还有机会的。机会？你还想要机会？你是觉得害我害的不够吗？是不是？爸，别叫我爸！我现在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穆小宁。小宁，我病治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奶奶。哎，先别去，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啊？我准备好了。啥准备好了？我准备好我的身体由你为所欲为。啊？你治好了我的病，我以身相许，这很合理吧？但是以后不许造谣我不行。我没有造谣你不行。